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章。上帝对我讲：人子，将我予你即卷册卷写落去，然后去对以色列人宣讲。所以我喙擘开，伊就将迄卷册予我食。伊阁讲：人子，就食我予你的册卷，予你的腹肚饱甜。我就食，册伫我的喙内甘甜纳蜜。上帝甲我讲：人子，去以色列人遐，将我的话甲因讲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学得理解的民族遐，是派你去以色列人中间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袂通，讲啥物你拢听无的民族遐。我若派你去因中间，因会听你的话。毋过以色列人民毋肯听你的话，因为因连我的话都毋听。以色列人民固执，心肝硬。我要予你意志坚定，会当甲因对抗。我要予你的意志亲像船只，比火石搁较坚定。虽然因是悖逆的子民，你毋免惊因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上帝阁对我讲：人子，我讲的话，你着注意听，嘛着藏伫心内。你着去流亡的同胞遐，毋管因要听还是毋听，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迄时，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我就听到我的后面有轰轰叫的声讲：着称赞上主对伊遐所显出的荣耀。我阁听见这个画面伫空中直飞，石仔相磕的声，嘛听见因的链仔转势所发出亲像大地动的声。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行，我的心艰苦阁受气。上主的大气力甲我刺折。安尼，我来到加巴罗河边的提勒阿必，就是流亡的同胞住的所在。我屈出硬硬伫因中间住7日。7日后，上主甲我讲：人子，当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，你无去甲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，予伊通救家己。这人虽然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若是义人离开正路去做歹，我要予伊跋倒，予伊死。你若无警告伊，伊一定会死。伊要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我无要纪念伊所做的好事，嘛要对你追究责任。毋过，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，伊嘛无搁犯罪，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，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。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伊甲我讲：起来，去山谷遐，我要伫遐对你讲话。我就起来去山谷，伫遐看见上主的荣光，甲我伫加巴罗河边所看见的相款，我就趴落去涂骹。上帝的神进入我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上主对我讲：转去，甲家己关伫厝内。
人主啊，人要用锁仔甲你绑起来，互你袂当出去外面见人。我要互你下狗袂讲话，互你无法度经过遐个悖逆的人民。毋过，我会阁对你讲话，迄时我会开你的喙，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人若要听，互因听；人若毋听，故在因，因为因是悖逆的人民。